但这是要来讲受上帝的话。诗篇40篇，旧约诗篇40篇1节到17节，请咱做伙来读。来，摇花我发青，天后摇花，伊阿落我听我求叫，伊对声声的含片，对雨中喊我起来。互我徛伫石板顶，互我脚步伫在我，伊互我喙唱新的歌，就是阿罗我的上帝。侪人看见来敬畏，伊要我靠耶和华，多多我靠耶和华，无差且会骄傲。以及偏向有假的人，这个人有福气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事，伊甲伊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，为对你排列，我未起来讲，有也真袂了。这事啊，你无欢喜。你有开我的耳孔，小罪甲赎罪者，你无要压你。迄时我讲，你看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，你的律例伫我的心内。我伫在聚会中间宣传公羊的小消息。我无要停止我的罪责，我有志是所发现。我袂捌将你的公义探密伫我的心内。我已经排列伫你信息甲你的拯救。我真正一份你主爱的信息，耶和华，由你毋通对我停止你的慈悲。愿你的慈爱甲信息常常保护我，因为我将你灾害困我的罪我袂明白，这罪恶比我头毛较多，我的心上是开，耶和华由你欢喜我，耶和华。由你紧紧帮助我，写下来就想要害我性命的，做一个见笑跳屁，愿意欢喜我心爱的，等受诱着，愿遐个对我讲何在的，因为见笑来拜我，愿一切找你的。因为你来欢喜快乐，愿遐个羡慕你的救恩，常常讲你尊贵耀华最大，总是我是困苦送向的，主要佮赦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由你毋通言前以上。愿咱读伊的话，搁听伊话来得到祝福。咱即时要来听牧师的讲解。今日所要讲的是雅各软弱的秘诀。兄弟大家平安，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，咱三同心来祈祷。做看你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搁再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个学习晓悟，伫你的真理中来行踏。伫你的真理中，将一阮生命最大的宝贵，请做这条信仰的道路，互阮长进，互阮甲你有更加亲密的关系，领受你大大的福气。但只阮用阮的心，要伫你的面前三个分享，三个学习，看你特别tou起着阮的心。但只是阮要三个伫遮学习大声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兄弟大家平安。咱即礼拜，咱的新安宫所读的经卷是诗篇
请问咱大家敢有咧读？有吼，我真感谢迄个小美姐吼，逐工拢会播吼，拢有播即个圣经站吼，会当互咱短时间直接来三角读来分享。我毋知影咱咧读的时候有读入去咱的心肝内无？特别伫诗篇的中间，咱读的时感受到伊咧讲的话，咧讲出咱的心声无？无说伫遮感觉真感谢上帝，将诗篇赏赐互咱，因为有时咱面对现实生活无情的挫折甲挑战，伫种种艰难困苦的处境中，每一个人拢会感觉我有话想要讲，总是去互咱的心中即种真恶伫伫遐感受到一切，伫遐来表达出来。因为有时常常有即种敢心事谁人知，即种的吐气，即种的郁卒。所以咱直接看伊诗篇的作者，伊用诗歌的方式，将咱心内的欢喜，将咱心内的快乐、郁卒、矛盾冲突、挣扎等等的酸甜苦辣，即种的心境，伊伫遐将伊描写出来，互咱会当若像身历其境，有一种总算有人啊会晓我的感受，总算有人会当替我讲出迄种想要讨放、迄种自由的欢喜。所以咱只要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借着诗篇，互咱互咱内在即种负能量会当伫遐透放出来，一方面会当承受对上帝来的正能量，无过困顿伫即个土迷的中间，会当对软弱中重新搁再一摆刚强起来。那像应照体式飞悬，重新得到气力，来奔跑咱人生的旅程。诗篇40篇，伊的标明是讲是大笔的诗。有圣学者直接来讲伊即个即首诗的背景，甲撒母耳记上卷29章、30章有关系。伊咱知影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，因为嫉妒并惊吓大卫会抢夺伊的王位，所以伫遐不断追杀大卫。所以为了要夺撇即个扫罗王的追杀，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常常爱秘伫山地、旷野、树林，这人非常的少，生存非常困难的地区。这种艰难困苦的逃亡持续至少有5年到6年的中间，还是搁较多。所以这段期间，有真侪人受到压迫，特别真会受到压迫的社会边缘者，社会边缘人，因走去投靠大卫。大卫为要躲避扫罗王的追杀，最后选择会去投靠当时的非利士人加德王亚吉。伊得到亚吉的协助，所以伫即个西吉拉城安顿落来，并组织了一支约有600人的军队，600人的军队。当非利士王甲以色列人伫遐要战争的时，特别即个加德王亚吉也爱大卫带着伊的人、伊的军队斗阵出征。所以非利士这的领导者惊吓伫战争的中间，大卫反倒伫遐来背叛，倒转来攻击因，所以大家惊吓，所以无爱大卫甲因斗阵去参战。所以，就伫遐，互大卫将伊的军队搁带倒转去，无互伊参战。终于，当大卫带着伊的军队转去到西吉拉列城的时，发现伊即个城市竟然互人烧去，所有的人口、精神拢受抢夺去。第撒母耳记上卷
30章30到40，伫遮来讲起大卫甲对伊的人到迄个城，看见城已经有火烧去，因的某囝、查某囝拢互人掠去。大卫甲对伊的人就开声吼，吼甲无力通吼。第六节，大卫真着急，因为百姓讲着用石头钉伊，是百姓人为着伊的囝、查某囝真烦恼。总是大卫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，家己坚固。其实这段经节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牧师也真欢喜这段经节，因为这段经节直接来讲起有时做父母的什么心声，做丈夫的心声。咱三个来读一摆这段好不好？来，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到了迄城，不料城已经烧毁，因的某囝、查某囝拢受掠去。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甲无气力。这是一个真重要一段经节。第六节，大卫真着急，因为百姓讲着用石头钉伊，是百姓人为着伊的囝、查某囝真烦恼。总是大卫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，家己坚固。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。大卫去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，家己坚固。这段经节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大卫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，家己坚固。确实，大卫伫遮去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，伊心内坚固。因为姊妹，咱人生非常艰苦的时刻，也是咱上软弱的时刻。当大家拢咧责怪是你的毋对，是咩啦？要用石头钉死你的时，当四周围拢是反对你的声音的时，连你也家己怀疑家己的时阵，咱都爱记得这句话，这段圣经节，大卫去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，心内坚固。当你的心若乱糟糟，毋知要如何是好的时，咱一定要安静伫上帝的面前，才有机会逆转胜、逆转胜。因为大卫坚定倚靠耶和华，上帝就赏赐伊有智慧、有方向、有策略来面对眼前的危机。后来，大卫就带人去对立，不但对亚玛力人的手中，将所有的人口、财物拢抢夺回来，并得到更较多的战利品。所以牧师甲这首诗定的标题，讲赢过软弱的秘诀。现在咱来看，上帝透过大卫这首诗，互咱怎样的教导？特别伫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安尼讲，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，伊阿罗응我，听我的求救。伊对通惊的陷阱，对土迷中扛我起来，互我的脚徛伫石盘顶，互我的骹步在我。兄姊妹，什么时阵你需要吞忍听候耶和华呢？我相信应该是咱的心灵遭受到折磨的时阵吧。用大卫来讲，以扫罗王的追杀，四地逃亡的时刻，伊是看到洗劫了城，互人抢劫、烧去，完全空空的时，遐原本军队的人反转来要攻击伊等等，兄姊妹。什么时阵你需要吞忍听候耶和华呢？检查你感觉家己已经听候真久啊，总是大卫伊听候搁较久。上帝有伊的时间，当时间若到的时，代志就会当成；时间若未到，你搁伫着急也无路用。咱都要继续伫遮努力来装备咱家己。当咱尽心尽力做家己应该做的代志，有时
你会当感受到神灵奇事伫遐来发生。这种信仰、信心的功课，大卫讲伊捌吞忍听候耶和华，拯救伊脱离伫即个土迷甲陷祸坑。个人信息的上帝回应伊的呼求，伫上帝所定着的时间，叫伊出即个祸坑甲土迷，将伊放伫稳固的石盘顶。兄弟姊妹，咱失败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有时太过着急、急速，想要马上看到成果。总是咱知影，罗马毋是一工就安那伫遐做成的。有时久长的听候，会互咱失去即个耐心，失去信心，抵甲咱有时就干脆伫安那放弃。那安尼就去了了。请问，你的信心是你的信心是建立伫即个外面变化无常的环境呢，也是起造伫家己的能力顶面呢？连代表遮尔勇敢的勇士，伊拢需要伫遐听候耶和华，何况是咱呢？主耶稣捌讲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只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忍耐到底意思就是安那，无你遭遇到偌大的诱惑、反对，也是苦难，依然坚持承诺，忠心伫上帝这条道路顶面。忠心，咱知影就会产生信心，信心就当赢过软弱。因此，赢过软弱的秘诀第一，就是爱吞忍听候耶和华，凭着对上帝的信心，耐心听候，坚持到底。伫艰难中得到拯救的大卫，伊欢喜用诗歌伫遮来阿罗上帝。所以伫第3节安尼讲，互我的喙唱新的歌，就是阿罗阮的上帝的。做一人要看见来敬畏，也要安那倚靠耶和华。大卫讲，当我每一摆经历着上帝的赦免甲拯救的时，我就对上帝有进一步的认捌。所以，伫耐心听候耶和华，伫即种吞忍听候的即个过程的中间，我更加认捌伊是一位怎样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请问你，当你每一摆若经验着上帝的帮助，伫即个中间，领受到上帝的拯救的时，你是毋是有对上帝搁较一摆会更深的认捌呢？是毋对上帝的信心有搁较加强呢？就是伫遐喙唱新歌的意思，因为通过经历，甲上帝建立去搁较更深的认捌，甲结连。即更加认捌上帝的信息、慈爱、怜悯，这是我尔啊丰盛甲伟大。因为安尼时，做一人看见咱本身得到上帝拯救了后，因就会惊吓，因就会敬畏上帝，毋敢搁再继续对咱落井下石，甚至也想要亲像咱共一样来认捌耶和华上帝，通过上帝。也叫因离开这个土迷甲祸坑，这互咱一个真好的机会甲天赐，就是咱蒙恩的性命，伫遮会当为了上帝来做见证，是咱帮助侪人来敬畏上帝，也想要倚靠上帝，所以咱要常常勇敢的为上帝伫遮来做见证。第5节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。耶和华所行的是虾米款的奇妙的事呢？就是伊对咱的疼是永远无离开、
无气杀的痛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处在这种的境况，什么事拢袂当做，只会当伫遐听候的时阵，迄段时间是非常的艰难，恶得担当的。迄时，咱的心目中的念头，通讲是真多，真多想法，咱像跑马灯的工一样，一直伫遐不断伫你的脑海中，伫遐咧转，伫遐咧说，心内伫遐呐翻来覆去。包括咱怎样看待咱家己咧，咱的困扰，咱的痛苦，咱的病痛，什么时阵才会当得到解脱的？上帝要怎样来帮助咱？逆转胜，逆转胜咧，咱是毋是愿意真心伫遐来顺服咧？咱要如何来看待愚妄的人、骄傲的人对咱伫遐呐会踢笑咧？因一直引诱咱毋通继续伫遐来跟对，引诱咱伫遐来离开上帝。那呢，我要怎样咧？兄弟姊妹，面对生命的考验。伫咧听候上帝拯救的过程中，你是毋是有做的念头伫遐变来变去咧？其实毋是只讲咱家己的念头真多真复杂。上帝咱所怀的意念，其实也是真多。伊的意念就是如何帮助咱无受到伤害，如何帮助咱。因带咱伫正面的思考中，如何光照咱行这条悔改的道路，行伫这条正路，行伫这条真理的道路咧。通常咱陷入伫这个困境的时阵，咱都爱大声弄清楚家己这复杂的意念。有时咱伫想要弄清楚这复杂的意念。拢来不及，哪有办法去算小上帝对咱遐尼多，搁较宝贵，搁较慈爱，迄个搁较信息的意念呢？总是咱感谢上帝，伊拢无放杀咱，无气杀咱。正像耶利米书31章3节所甲咱讲的。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讲：“我用永远的疼你，因为安尼，我用慈爱看你，我用慈爱看你。”今仔日，上帝依然用伊永远的慈爱，直接咧吸引咱来到伊的神宝座前。因为安尼是，咱应该刚强壮大，因为咱知影要赢过软弱的秘诀第二。就是爱永远爱相信，相信上帝对你的慈爱是无离开、无弃杀的。伊依然伫遐咧听候，伊要安那？伊要施恩互你。对啦，再个第8节，伫遐咧讲起，这事甲你无欢喜。你有开我的耳孔，烧济甲赎罪济，你无爱知。迄时我讲，你看，我来啦，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谈，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。当大家明白上帝对伊的慈爱是永远无离开、无弃杀的时，伊更加明白一件代志：对上帝听，是我都用金钱。伫遐来买，有一个人掠做，我有啥物代志，就奉献足多，上帝就会欢喜。既然知影金山银山拢是上帝的，上帝无欠缺钱，伊所爱就是你的心，一颗真心谦卑、会晓感恩的心，一颗愿意遵守上帝旨意的心。正像罗马人书12章1节所讲的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活的，是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福塞。咱伫遮敬拜上帝，
就爱用咱的心，用咱的心，伫遐敬拜，伫遮来听谈，伫遮来服侍。兄弟姊妹，对心内愿意回应上帝，比外在的礼物、形式上的礼仪，搁较会当互上帝欢喜。咱毋通只有人啊啦，来到教会伫遮参加即个主日礼拜，所以心内爱讲咱的手中还搁伫遐呐，还搁咧耍迄个啥物手机啊，咱有真侪少年人拢是安尼吼，心内来啊，所以来啊，总是安那看伊的手机啊，耍伊的手机啊，吼。较加原住民真侪教会安那，一来拢甲遮少年的手机安那，拢囥伫遮，囥伫即个，吼，有即种的迄个帮助遮的青年人伫礼拜，少年人伫即礼拜会着讲专心。上帝我期待的就是是你爱讲看，上帝啊，我来啊，我愿意伫遮呐遵行你的旨意，你的律法，你的话已经刻伫我的心内。因为安尼是软弱赢过软弱的秘诀。第三就是安那，爱用真实的心，甲上帝伫遐来结连，无论任何的境遇，就是讲任何的环境，拢愿意照伊的旨意伫遐来行。第9节甲第10节，我伫大聚会的中间宣传公义的好消息。我无要停止我的嘴唇，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的。我袂捌将你的公义看捌伫我的心内。我已经摆列你的信息甲你的救恩。我对大聚会袂捌恩肯你的慈爱甲诚实。这几段的圣经在甲咱讲，就爱公开伫遐呐做见证，兄弟姊妹。当咱伫别人的面前公开为了上帝做见证，伫遐来讲起上帝的拯救的时，这互别人也会敬畏上帝，愿意来倚靠这位上帝。所以毋通将上帝恩典稳重起来，爱公开伫遐来宣扬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这位公义的上帝，这位诚实的上帝，这位慈悲怜悯的上帝。这是赢过软弱的第4个秘诀，就是爱勇敢为了上帝伫遐来做见证，来讲起伊大权能的救恩。所以当咱来会晓提起这个勇气，公开为了上帝做见证的时，咱心内的软正软弱就会退去。这个时，无可再有软弱的家己，只有大权能的上帝。11节甲13节，大卫伫遮安尼讲。耶和华，求你毋通对我停止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甲诚实常常保护我，因为有未算地的灾祸围困我，我的罪恶立着我，互我袂会压迫。这罪恶比我的头毛较侪，我的心煞离开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欢喜拯救我，耶和华，求你紧紧帮助我。大卫虽然是以色列上伟大的王，总是伊也有惊吓的时阵。伊惊吓的时，伊清楚意识到，家己实在是一位真正软弱、软正，是真容易伫遐来犯罪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伫某一件代志会顶面才来倚靠上帝，咱是爱时时刻刻拢伫遐来倚靠上帝。伫这首诗篇的中间，大卫看到家己的性命，伫无同的时阵，拢有无同款的软弱，因为认识到家己需要安安抓着上帝的手。咱伫遮试想看觅，什么是你性命的弱点？你上恶的控制的这个诱惑是什么？上容易吸引你犯罪的，佫是什么？咱只来想看觅，连大卫这种遮尔接近上帝心意的人，总是伊还佫是安尼讲：我的罪孽比我的头毛较侪，我就心寒胆静。
有时阵时阵，咱的自我感觉有时拢真好，对罪的意识有时咱也真暴力，袂晓得谨言慎行，就是讲安安伫你家己的话甲所行，也毋知影随伊的一句话讲出，会对别人造成什么款的伤害。有真侪时阵，咱看袂到家己的罪，其实咱的罪孽比咱的头毛较侪。遐姊妹，遐带有罪的意念、喙舌，以及极大的伤害，拢会互咱的性命带来破口，对咱的心灵、生活、健康、人际关系的顶面会造成真大的伤害，互咱袂当举头起来。所以，赢过软弱的第五个秘诀，就是明白咱家己是非常软正的人、软弱的人。咱在时时刻刻拢需要上帝的帮衬甲拯救。兄姊妹，任何的人拢有伊的软弱，有伊的软正，无人是完全的。总是重点毋是咱有软弱还是无软弱，你是咱如何来看待这个软弱。如果咱也愿意向上帝踢开家己的软弱，求上帝帮衬甲拯救，那呢，你的软弱就可能变成做上帝恩典祝福的器具。今年4月14，牧师受邀请参加这个CBNC 的福音餐会。在这餐会中间有邀请这个小马我毋知咱小马有捌无？小马有听过无？女子经伊伫遐来分享见证，牧师听了真感动，就上网过去敲找。伊有一本册，因为软弱，所以勇敢。伫遮牧师要来分享小马一点伊的回忆。迄当时，伊徛在伫讲，我是讲演说家的舞台顶面的一段话。下面我用第一人称来分享。伊伫遐讲，迄个瞬間，我忽然想起真多过去的往事。我想起来，捌意气昂扬的青春岁月，也想起因为懵懂、操情而伤害的人、毁损的代志。我捌有过一帆风顺的人生，我也捌坠落过。我如基督，我捌伤害过人，我捌辜负别人对我的好意，蔑视生困的规劝。我捌骄傲的浪费了侪人求之不得的宝贵机会。你的命运安排，互我行到这个这个名星，这个赢星真侪公众的人物的时，我也因为伤过红，而得意洋洋，因为骄傲袂记得家己的本性，总是我也因为遐个毋知珍惜。而付出大惨痛的代价，伫错误中学习，伫忏悔中领悟生命甲痛的意义。现在我家己审察家己，不过是平凡普通的人，总是我确实有一寡会当讲的话，会当讲的故事。如果讲每犯一摆的错误，拢互我加行一寡冤枉路，我伫人生这条长长的路的顶面，才会侪迷茫甲挫折，点才会当，互其他的人深深来思考甲照镜。但愿每一个人拢会当对我的错误中领悟着教训，对我的每一摆跋倒甲挣扎爬起来，感受着努力甲毋忘。对我的反省甲悔悟的中间，插甲永远无放弃。对我半生的中间，领悟到，只要你愿意，人生
拢会当重新过来。兄弟姊妹，有可能咱无亲像即个小马共样，有即个大起大落的人生经验，总是软弱，容易犯罪，却是人性的本能。所以面对软弱，无需要过头家己自我来谴责，也是见笑甲想要道歉。咱需要哪来到创造生命主上帝面前，咱来求即个恩典，求即个怜悯。所以伫遮，咱会看出一人的改变，一人所领受到的，拢伫上帝的恩典、怜悯中间领受即个救恩甲救赎。所以伫遮来总结牧师今仔日所讲的一寡分享，赢过软弱的秘诀5点。头一点就是安那，就是爱吞忍、听候、摇花，凭着对上帝的信心、耐心听候，坚持到底。第二样，就爱永远相信上帝对你的听是安那，永远无离开，永远无放杀的听。伊永远伫遐听候，要施恩予你。第三项就是安那，爱用真实的心，甲上帝结连。无论任何的环境，拢愿意照伊的旨意来行。第四项就是要勇敢为了上帝直接来做见证，来讲起伊大权能的救恩。当咱会当摕起勇气，公开为上帝做见证的时，心内的软弱就会伫安那，就会退去。这个时，无搁再有软弱的家己，只有大权能的上帝。第五项，你们家己是非常软弱的人，咱时刻个拢需要上帝的帮助甲拯救。这是咱要怎样来赢过软弱的秘诀。我咱会当时时伫上帝话的顶面，时时伫圣经中遮的信仰的人物的中间，伫遮三角石，互咱会当来面对世间每一项事、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代志，咱拢有这勇气，伫遮为了上帝来跑走，伫遐来宣扬、来引传，互更较侪人来认识咱的上帝。愿上帝让帮助咱，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角石，对今仔日你的话，我一摆搁再晓悟，代表怎样赢过软弱的秘诀。主，肯定会当互阮伫遮来坚持持守阮家己，会当伫所行所做，诚做合上帝心意的人，领受上帝搁较大的恩典。但只是阮将阮本身与兄弟姊妹恭敬交托，特别伫你面前来领受你我大的恩典救恩。阮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